75公斤级的10个进8的比赛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红方选手塔伊尔登场。红方选手塔伊尔年龄37岁，身高1.75米，体重目前75公斤，这应该是我们 CKF 到目前为止参赛年龄最大的一位选手。是的，这位新疆的大叔一出场，满脸的成熟，那个杀气就凛凛的泛出来了。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的塔伊尔大叔呢，是06年新疆中国市的第3名。当然，按照我的年龄，我应该管他叫做大哥，叫大叔有点欺负人了。现在这位选手呢，是从29岁才开始训练的。29岁到37岁，有8年的训练经历。没错，6年的散打，9个月的中国式，而且还练习了其他的武术将近3年。那么他的教练呢，是我们之前非常著名的散打王保利高。对，保利高先生的这个散打的犀利也是让我们一直记忆犹新，几乎影响了我们一代人。掌声、欢呼声、尖叫声，有请黑方选手常帅登场。常帅年龄21岁，身高1.79米，体重75公斤。目前的战绩非常辉煌，07、09、10、14，4年的河北省古典式的摔跤冠军，省级的古典式摔跤冠军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摔跤手在综合格斗比赛当中会占据很大的基础性的优势。没错。这位选手最擅长的技术，就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，心里一震过胸摔，嘿嘿，这是一个非常漂亮，而且对对手的杀伤力和心理震撼都很强大的一个动作。所有的观众都希望在擂台上看到过胸摔这样的彪悍的动作。这位选手参加 CKF 呢，认为这个自己练了这么多年的摔跤，但是 CKF 才是自己真正追求的更刺激的比赛，知道自己的短板，不过想试一试。我喜欢他的这个职业的训练经历，就是因为在踢打摔拿4项技法里边，摔法是站立和地面的一个过渡技术，而且本身就是能够起到破坏作用。本场比赛由国家1级裁判赵自阳担纲执法。红方呢也有摔跤的训练的经历，中国式。对，没错。这位红方的选手现在已经是一位老师了，他这次过来呢是带着自己的徒弟一起来站在我们 CKF 的擂台上，师徒同台。没错。这位选手站在擂台上的目的呢，就是要给自己的徒弟，并且要给自己一个交代，这是对人生的追求。我刚。我个人觉得降低重心，非常谨慎。估计黑方会不惜一切代价的直接近身。从目前来看，哎呦，一拳 KO， 直接 KO。哇！37岁的老将一拳 KO 掉了他仅21岁的对手之后，在舞台上做了一个毽子侧手翻。这位选手的这个冷静程度这个经验真是一个接腿直接后手，而且完全没有追击，自己完全有自信，直接把对方 KO 掉。因为我们坐在台底下都可以清楚地听到拳头打到骨头上的声音，是那种咚的一声闷响。这位37岁的哈萨克勇士真的是不一般，太冷静了，太冷静了。本场比赛结果，红方选手塔伊尔仅用8秒钟KO获胜。这是自然反应吧，平常就是踢腿打拳或者是打拳踢腿，这是自然反应的，不是跟训练有关系的。